今日咧，我哋係一齊聚喺呢一度，係共同見證香港教育大學西九龍教學中心嘅正式嘅啟動。呢一個咧係我哋教大喺我哋大埔校園以外第3個教學中心。呢個地方咧唔單止係交通好便利，而且咧係坐落喺呢一個文化藝術匯萃之地，為我哋咧係開啟咗教育同埋文化交融嘅全新嘅篇章。與此同時咧，我哋係好積極咁籌備緊咧深圳市羅湖區教學中心嘅呢一個工作，並且咧係計劃參與北部都會區嘅建設，係全力拓展教育嘅版圖，推動香港同埋內地嘅教育資源嘅協調，為區域嘅教育發展咧係貢獻我哋嘅力量。我哋都係好感謝團隊喺各方面啊，我可以咁講，無論喺課程研究同埋咧，包括係學生嘅支援方面，都係增加我哋教大嘅影響力嘅一啲嘅舉措。我哋除咗喺有戲曲中心，我哋除咗有其他嘅一系列相關嘅文化藝術同埋教育之外咧，我哋不斷拓展啊，教大出年好快10週年，係進行一個新嘅一個里程，亦都借咗個再次感謝主席Emma、各位校董、各位同事嘅同埋同學嘅全面嘅支持，期待我哋同西九更加多合作。